好来，乡亲啊，阳明山的向天池有向天虾，医生就是咧等一解大雨，会当大量来生炭，真正互等到咯。因为做风台，这个向天池满水位，向天虾是大爆发，山友把握机会去观赏。好多哦，你看。水底个看落，掠真讲是水草，也毋过详细看就发现，未数有几多只青色的细只虾啊，伫水底内底游。向天虾大爆发，安尼场面伫台湾的本岛，敢若阳明山的向天池会当看到。平常是没有水，超过个几天哦，比较大的雨，它通常都会积水，10天左右，向天虾就会孵化。数量最佳，水底看过一片青嫩嫩，也毋过向天虾其实毋是虾啊，伊正式名字叫做乌鸟鸡架糖，得有水才会当活。也毋过，若当到大水期，虫卵就会进入休眠。阳明山的向天池，因为9月底10月初风台甲降雨达到满水位，水池内底向天虾把握机会生炭。未少网友嘛铺文章，提醒大家爱把握观赏的机会。财经专家谢金河伫10月初都已经上山看过了。财经专家谢金河伫3岛2风台了后，专工来到向天池看向天虾。也毋过，伊徛伫水底的行为，都互民众留话甲提醒讲，可能会伤害生态。谢金河也回应讲，家己伫水底的头前观赏，无走入去向天池内底，底下出入几啊百遍，哪有啥物特别的？变那个水域之后，你就不能踩到水里面了，是安全嘛？第二个当然就是生态上的考量，里面的生物只有这一阵子才能生长而已，结果你进去一定会扰动啊，把它抓起来这个更不行。向天虾真无简单，等到一场大雨，当然无用生炭。如今风台过了后，水渐渐退去，上好观赏距离就是伫水墘边，千万唔通共走入去搅搅，那影响生态，更有可能会红发钱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